隨着年紀大咧，我哋個鼻咧亦都會流失骨膠原。我哋個鼻都會流失骨膠原，所有嘅地方都會流失骨膠原。我個咧係佢愛嚟咧，平時咧幫你啲人打落個鼻度㗎。我個填充個鼻㗎，佢而家出咗可以用喺塊面度，好特別。我第一次見嘅，我第一次見，所以我覺得 amazing。我講緊我哋今日啲嘢幾十蚊，我哋講緊啲洗面骨膠原高濃度洗面90蚊啫，90蚊啫。跟住面膜110蚊啫，唔係百幾蚊，最底係支高濃度骨膠原純㗎啦，仲要去用到深海喎，攞咗獎㗎喎，即係唔係我講係深海喎？佢話咧原來咧深海嘅分子咧，因為佢哋經過好多年啊。經過好多年咧，所以佢哋個活性咧係最強㗎。點解佢哋唔用植物嘅骨膠原，唔用動物嘅骨膠原，要用深海咧？因為深海嘅骨膠原係最近個地殼啊，個地殼嘅活性係最高，最能夠刺激到我哋嘅皮膚，就好似用緊蠟嘟咁。蠟嘟佢哋都係採用深海嘅原因，就係因為最能夠去刺激到我哋嘅皮膚增生啊，係啦，用頭髮都得嘅喎，即係如果你咧喂頭皮又係甩頭髮甩得好勁咧，用埋頭皮，開翻個獎先，開翻個獎先，恭喜晒呢3位粉絲啊！記得要有買咧，我哋先會免單喎，記得要買咗先啊！買到賺到啊！今晚係買到賺到啊！啱啱有個粉絲阿河馬，你啱啱有問題咧，我睇到啦。同事話咧，因為你 PM 揾我哋啊，所以咧佢而家咧訂單問題覆咗你啊，你去 check 個訂單問題啊。係啦，去一去我哋個訂單度就會見到我哋，因為我哋用訂單系統啊。Facebook 咧不停食我哋關鍵字，唔係食我哋啲留言咧，因為我哋太多啦，我哋嘅留言太多啊。好嚟啦，下一個產品啦，嚟個咩好咧？鼻鼻啊就好啊，嚟個鼻鼻我都想，真係好特別㗎。個鼻鼻我都係第一次見，因為嚟個不如唔係住先，我啱啱講到做機啊嘛，嚟個骨膠原我自己都買咗 booster 先咯，因為我哋做緊引流嗱，嚟個骨膠原 booster 先，我自己勁中意，我自己係真實用家，因為我買咗 EOA 啦嘛，又有買咗 booster Pro 啊嘛，呢兩部基本上我行走天下㗎啦。我嚟緊，如果佢唔出新，即係冇新嘅技術啦，佢唔出新，因為而家所有嘅超聲都係打到4.5 mm 啫嘛。我哋而家嗰部就係已經可以落到4.5 mm啦。再落咧，我唔知嚟緊會唔會有啊，咁肯定會再介紹啦。但係我而家起碼呢部用用一兩年都唔會技術得咁快啩。我諗起碼用兩三年咁啦。咁佢有一個咧，又係高濃度50萬骨膠原嘅 booster， 去到50萬啊，好平。啱啱有粉絲有問題，但係飛得好快。你記得我要幫我哋分享喎。面膜幾多日做一次？3日。After 3 day 嗱，佢係咁嘅，佢話因為咧佢哋唔知道你，因為佢哋做醫美診所㗎，佢唔知道你而家個骨膠原流失咗幾多啊。佢話最好咧頭3日連續使用，令到你嘅骨膠原肯定補充夠晒先。跟住 after 3 day 過咗3日之後咧，1個禮拜用2日就夠啦。因為佢幫你已經可以 last 到1到3日啊。喺你個皮膚裏邊咧，可以1到3日咧，你都係個骨膠原滿啊。咁你最好就用埋佢支噴霧啦。因為佢再可以幫你再增加骨膠原啊嘛，咁你個提拉感就再勁啲，可以 last 得再耐啲。咁跟住之後幫我分享，夠300人分享落場語啊！今日幫我多啲分享，盡量免單俾你哋，抽多幾個粉絲免單，但係你哋努力幫我分享啊！好嚟，呢一個佢嘅高濃度深海55萬啊，55萬3000幾啊，唔記得咗嘅 booster。跟住之後，所有做機推所有嘅機器，我求其攞部機先啊！推所有嘅美容儀都可以用㗎啦。佢個基底就係用咗骨膠原，冇任何嘅水，佢連你而家見到佢呢啲咧，呢啲 shell 咧都係用咗蘆薈做一個基礎，跟住就骨膠原。蘆薈骨膠原，跟住之後裏邊就係咁啦，個成分十分之靚仔，
Thank you 嚟啦，十分之靚仔，所以佢咧會比較水潤啲㗎，因為佢個骨膠原夠啊。推所有嘅機器，所有美容儀，咁你自己推啦，自己推所有嘅美容儀都可以。有家用美容儀就得㗎啦。你話喂 Kelly， 我冇用家用美容儀喎，咁如果你係有做即係有做按摩啦、提拉啦。